合报道。亚洲开发银行 ADB 年会今年伫韩国仁川举行，咱国的财政部长曾翠云冇带团出席，也毋过因为中国施压，咱国的名称嘛是互大会叫做是台北 China。有立委就呼吁讲，咱国应该爱拒绝出席这种项 A 化的会议。外交部是表示讲会继续要求爱改名。ADB 第56届理事年会伫韩国仁川举行，中韩日三国的代表进行交流。韩国的财长伫咧致辞时阵讲，伫当前的世界经济状况之下，中日韩三国合作变作更加重要。因为咱台湾今年由财政部长曾水云带团出席，因为中国施加压力，汇集犹原是台北 China。外交部表示会继续表达抗议，要求改名。历年亚银年会期间，我代表团均向亚银的高层以及各会员国严正重申我国的立场。外交部也将配合协助主办机关财政部继续向亚银要求更正。1966年成立的亚群是亚洲重要的经济发展机构，咱国是亚群的创始会员国。不过，亚群伫1986年通过中国立法，伫中国的压力下。咱国会籍的名改做台北 China， 迄当阵为着要表达抗议，咱国曾经暂停参加年会。到1988年，迄当阵的总统李登辉总统主张不惜参加，结果出席。不过，伫咧桌顶有放一个牌写抗议，呼吁财政部相关单位应该拒绝出席这种矮化的场合，改以其他方式跟其他国家交流，同时也希望外交部等单位协助。避免跟中国香港一样被混淆成中国的一部分。伫说咱国历年来争取正名的过程，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予中国了，香港伫咧亚洲银行的会籍改做 Hong Kong China。咱国抗议台湾甲香港无同，亚洲银行就甲咱国修正成做台北 China， 倒电后壁无一个空格，甲香港做出分别，只是依然有中国一字。外交部表示会会同财政部继续向亚洲银行要求改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